台湾版的柬埔寨的收金案，高庭法院早起开庭审理，甲16个人的上诉拢来驳回。集团幕后的带头外号拿刀的杜成铁，是列为第2波扫动的对象。伊牵涉的罪行是高达705罪。由士林地方法院指派一位姓李的法官来审理。但是拿刀进前明明都有诈欺的前科，但是敢若防判假罪，互外界批评判伤轻咯。结果这位姓李的法官，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压力伤大，昨暝突然简讯甲太太告别，伫宿舍跳楼自我了结。做大便还怕被人家拍哦10个人口手铐含口铐，有法警介入，检要去高院开庭。因全部拢是犯台湾版柬埔寨家属案。幕后总检前外号叫拿刀的杜成铁，大指报主人的小弟，高院宣判，敢若用报告5分钟就结束。其中一审张高和判26年，陈文成24年8个月，拢总10来人认为判相当上诉。高院拍到档去，维持原判，啊那报主人含外号叫地档的陈华伟，一审判无期徒刑，嘛互列作是第2波审判对象，专案搁伫咧高院审理。台版柬埔寨囚禁案案件移呈高等法院，预计今天上午宣判。而同一天，负责审理的士林地方法院法官却疑似轻生身亡，也让外界震惊。集团主嫌外号叫拿刀的杜成铁，士林地检认定涉嫌犯705罪，连同涉嫌收人红包的前派出所所长叶玉兴。由一审高院法官专程指派姓李的法官审理，不过专案被告拢总328个犯罪事实，台湾证件记录必须一字一字电话高院法官听，经过法官交总，拢总需要8560分钟。可能因为做工课压力受过头大，在案发前传电子批甲某讲我爱你，落尾就自杀过身。杜成铁封抓起来，前后派31个家当早起追，被害者人数124个人，所毋捌互管过。落尾互判假罪3年，当时才互伊有机会伫咧监狱内底，若做工课，若指挥犯罪集团，第13个人互扣到到死。代志公开了后，互大家是骂甲无力，认为罚了伤轻，挺受拿刀这第4一个结果。如今案件一审还未宣判，法官敢若因为压力受过头大总自杀，嘛有台湾版的柬埔寨家属案，搁一摆刊上新闻版面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